英文文法一直以嚟都係大家覺得好鬼難搞嘅一環，就好似呢條咁簡單嘅規則。而現實嘅係有好多同學用咗5、6年時間都未搞得清楚，唔知道幾時加 S， 幾時加 ES， 遇到不規則嘅變化就更加頭痛。有啲人因為英語程度比較好，去到見字識轉呢一個境界，佢哋可能會講：喂，咁簡單 ，so easy 啫。但係佢哋忽略咗，對於一個初學英語嘅細路仔嚟講，要搞掂呢一堆規則，會遇到好多困難，真係唔容易嘅。喺呢度同大家玩一個遊戲，尤其是你自己覺得英語水平有返咁上下嘅你，如果我問你名詞嘅結尾係咩字母，佢轉為複數先至需要加 ES 呢？俾5秒時間大家諗下。相信好多人都會冇聲，甚至乎口啞啞。不過大家唔需要有挫敗感，因為經驗話俾我聽，有超過一半嘅人都冇辦法講到呢一個規則出嚟嘅。所以今日我會用小朋友嘅角度去分析，講解翻呢條規則對佢哋嚟講點解會咁難記。無論你係家長定話老師，今堂我都會教大家點樣用15分鐘去幫助小朋友搞掂幾年都學唔好嘅嘢，一次過解決煩惱。更加歡迎你哋叫埋小朋友一齊嚟睇，等佢哋直接入腦。如果準備好嘅話，就 Let's go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香港記憶學院嘅不正常記憶班。快啲訂閱，因為未來嘅每一堂都可能係你進步嘅關鍵。首先講一講最基本嘅規則。當你有一個可數單數嘅名詞，例如 an apple， 如果佢係超過一個嘅話，我哋就要用 two apples 去表達啦。喺大多數嘅情況下，喺名詞嘅尾部加 s 就可以噶啦，超簡單，3歲細路仔都識。但係學下你就會發覺，兩個雙子就係 two boxes 而唔係 two box。咁究竟幾時加 s， 幾時先至加 es 呢？仲有字尾係 y 嘅時候，就要將佢變成 ies； 字尾係 f 或者 fe 嘅時候，就要將佢變成 ves。普遍嘅同學都唔難理解呢兩個規則嘅，所以今日我主要令大家學識幾時加 es。點解幾時加 es 會咁難記呢？原來同英文嘅原生家庭某程度都有啲關係嘅。英語係一個大集會嘅家庭，吸收咗拉丁語、希臘語、法語同埋古英語等嘅元素。唔同嘅來源有唔同嘅規則，導致而家睇起上嚟就好似一個語言嘅拼圖一樣。例如法語來源嘅名詞通常加 s， 而希臘語、拉丁語來源嘅名詞就傾向加 es 嘅。呢個就好似家族傳統一樣，你想改都改唔到。如果要一個腦囟都未生埋嘅小朋友去理解剛才英語嘅結構，我諗佢除咗 sayonara 之外，都冇嘢可以回應到你。所以我選擇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教佢哋記住呢一堆規則。要記呢6組符號，其實學校都已經教過好多次。但係點解對好多同學嚟講都會咁困難呢？關鍵在於我哋要處理呢6個英文字組以外，背後其實係要篩選26個英文字母入邊邊6組出嚟，即係話有22個英文字母係干擾緊我哋嘅記憶。普遍嘅學生會以不斷操練嘅方式嚟到排除呢啲干擾，所消耗嘅時間同埋成效係唔成正比嘅。當你陪到頭昏腦脹嘅時候，唔知點解佢總會彈啲例外俾你。Pianos、photos 呢啲 O 字尾唔係要加 es 嘅咩？俾22個字母係咁干擾，例外又例外，喂，想冇學習障礙都唔得啦。首先解決第一個例外，一個可數單數嘅名詞，佢嘅複數係加 s， 除非見到呢一堆嘢。所以我哋首先要想辦法，要記住邊6個詞組係加 es 嘅。今次我哋都會利用數字代碼加聯想去做我哋嘅記憶提示。如果大家未學過數字代碼呢一堂嘅話，可以喺上面資訊欄重溫翻先。但係學呢個方法係有條件嘅。首先你要問下自己或者你嘅小朋友有冇能力由1數到6。由1數到6。
我而家就教大家用呢6個數字去記憶呢6個詞組。我會用1去記 O，1我會想像佢係一支竹籤，而 O 我會想像佢係一粒我最中意食嘅魚蛋。所以1同埋魚蛋嘅關係就係用竹籤吉魚蛋咯。記憶原理就係將數字同埋英文字組變成一個有趣嘅畫面，然後想辦法將呢2個畫面產生關係。以後我哋就會利用數字去提示複數嘅規則。跟住落去我就會用數字2去記 Z 呢一個英文字母。但係今次嘅聯想就簡單直接好多啦，佢哋就好似孖生兄弟咁相似，所以我直接就會將佢哋產生咗一個關係。數字3記英文字母 S， 其實我覺得佢2個都有啲相似㗎。咁我將 S 變成一條蛇，所以我就會聯想到3好似蛇一樣，又或者 S 呢一條蛇個形態好似3字嘅。數字4記英文字母 X， 佢呢2個嘅關係，我哋用啲幻想力就可以產生到㗎啦。因為我覺得4同埋 X 都好相似嘅。大家有冇見過啲人寫字寫得好鬼潦草，4同 X 都差唔多樣？又或者大家個頭側側地都會見到㗎。數字5記 SH， 我就會覺得5呢一個數字似一個魚鈎，而 SH 我就會諗起 fish。順理成章，我就會諗起用魚鈎去釣魚，所以我就會將5同埋 SH 產生到個關係啦。最後數字6記 CH， 我會運用我嘅想像力，令到 CH 同埋6係好相似嘅。大家可能唔覺得，因為你未發揮到你嘅想像力啊嘛。大家加咗想像力之後呢，你哋就會覺得好似㗎啦，就係咁樣。就係咁簡單，我哋用幾個數字就處理咗呢一堆規則，仲排除咗26個字母對我哋嘅干擾。以後當你遇到英文可數嘅名詞，而你又唔識將佢轉做複數嘅話，你就可以回想返1至6呢一個數字帶出嚟嘅英文字母提示。咁你憑住呢啲提示，你就知道幾時係轉做 ES， 幾時轉做 S 㗎啦。久而久之之後，你就會見字識轉。但大家唔好開心住 ，O 字結尾嘅名詞都係整蠱人嘅代表，佢有時加 S， 有時加 ES， 搞到我哋氹氹轉。究竟 O 字尾嘅名詞點解會有2種規則呢？呢個問題嘅背後係有一定語言學嘅原因嘅。首先，英語係一個拼湊嘅語言，受古英語、法語、拉丁語等呢啲語言深遠嘅影響，所以語言來源唔同 ，O 字尾複數嘅變化方式亦都唔一樣。所以拉丁語借嚟嘅 hero， 佢嘅複數會加 es， 而英語本土或者較現代嘅詞，例如 piano， 佢只係需要加 s。如果你只係一個小朋友或者只講求實用嘅話，根本就唔需要了解咁多語言嘅背景。所以我總結咗2個簡單易記嘅方便法門，雖然唔係絕對，但係可以大大幫助大家記住呢一個規則。其實對於 O 字結尾嘅名詞，仲有一個簡單而又實用嘅規律，可以幫助大家分辨出幾時加 S， 幾時加 ES。大家睇落去就知啦。呢個方法其實好簡單，字尾子音而又加 O 嘅話，佢嘅複數就要加 ES； 而字尾係母音加 O 嘅話呢，佢嘅複數直接加 S 就可以啦。點解要咁樣分呢？呢個規律其實係基於發音同埋拼寫嘅需要而設計嘅。子音加 O 嘅結尾發音好似唔夠流暢，少咗啲節奏感。加 ES 就係幫佢加咗啲音符，令到發音更加順滑自然。母音加 O 嘅結尾就唔同啦，因為母音讀音本身已經夠流暢，直接加 S 已經搞掂，唔需要額外嘅輔助。我會比喻佢哋係一對母子，各有唔同嘅需要。子音加 O 嘅名詞，我哋可以當佢係一個兒子。小朋友發育時期，梗係需要多啲營養㗎啦，尤其是蛋白質，所以通常我哋都會加 ES 嚟到補充返嘅。母音加 O 嘅名詞，我哋可以當佢係一個母親。話明母親梗係成人啦，成日都話怕三高，所以食嘢要清淡啲，所以通常加 S 就已經足夠㗎啦。大家要記住，英語總有例外嘅，例如 photos、pianos， 所以呢一個規律唔係絕對嘅。用子音母音去分嘢，只不過係我哋幫助記憶嘅方便法。經過資料搜集同埋整理，我發現可以用二元論去分辨出 O 字結尾係應該加 ES 定話加 S 嘅。根據呢一個法則，有生命嘅通常都會加 ES， 就好似 tomato 同埋 potato 一樣；而冇生命嘅名詞通常只需要加 S，
就好似 piano 同埋 radio。如果再加啲聯想法落去嘅話 ，ES 同埋 S 其實都係爭一個 E 嘅啫，所以我就會諗起有生命就有得 E， 冇生命根本就唔需要 E。不過仍然有一啲 O 字結尾嘅名詞，佢係加 S 或者加 ES 都可以嘅。例如呢一啲，既然加 S 又得，加 ES 又得。如果你唔想煩嘅話，可以用生命影響生命法則，自己決定加 S 或者加 ES 都得嘅。最後要提醒大家，生命影響生命法則只係一個方便法門，係幫助小朋友更快掌握單數轉眾數嘅規則。雖然唔係絕對，但係已經對大家好有幫助㗎啦。記住呢個方法唔係絕對嘅解讀，遇到有問題嘅話，查字典係最穩陣嘅做法。嗱，你好彩啦，我咁啱有個例子 ，hippo 大家都知道佢嘅眾數咧係 hippos， 只需要加 s 嘅啫。但係佢有生命嘅喎，點解唔係加 es 咧？原來係關乎 hippo 佢本身嘅原生家庭有關係嘅。hippo 呢個字嘅原生家庭係來自希臘，佢嘅完整寫法係 hippopotamus。係由兩個希臘詞語組成嘅 ，hippo 嘅意思係馬 ，potamus 嘅意思係河流，將佢哋結合起嚟 ，hippopotamus 就係河裏邊嘅馬，意思亦都係河馬。呢個字後來經過拉丁語傳入咗去英語，但係佢嘅根源其實係希臘語。不過當 hippopotamus 變成 hippo 嘅時候，佢已經脫離咗希臘語同埋拉丁語嘅法則，變成一個純粹現代英語嘅詞彙。hippo 呢個字嘅複數點解要加 s 呢？其實係同佢嘅發音有關係嘅。雖然佢結尾係 o， 但係前面佢已經有一個母音 i， 讀起上嚟已經夠流暢㗎啦，唔需要再加 es 去保持佢嘅清晰度。希望今日嘅教學對你有幫助。有任何問題或者想學其他實用嘅記憶技巧，記得留言話俾我哋團隊知。再喺留言結尾加個開心 emoji。走之前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我一有新嘅教學片出嘅時候，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唔好唔記得幫我 share 啊！83, 89, 97